大家好，我係黃德華兼 Sir。今日我哋組織澳門創建民生力量，我哋嘅團隊咧就係已經將我哋嘅500名嘅呢個提名表咧就交咗俾澳門選舉委員會。咁我哋咧會係繼續咧去協助澳門市民啦，尤其是咧澳門嘅弱勢社群啦，因為佢哋咧係而家係生活緊水深火熱當中嘅，尤其是就業啦、呢個居住啦，同埋係教育啦、醫療啦等方面，因為澳門嘅物價係實在非常之高，佢哋基本上係負擔唔到。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將呢啲嘅聲音咧可以喺嚟緊呢個嘅立法會選舉咧，可以係將佢帶入去議會，讓呢個立法會咧可以係知道澳門嘅民生時事咧嘅動態資訊。我哋會係一齊共建美好未來，澳門人加油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